大家好，今日我哋要傾嘅呢位人物，可以話係香港娛樂圈最後嘅一個絕代芳華。佢靚到直情係老天爺追住餵飯食，靚到好似唔屬於呢個凡塵俗世。但正正係呢種美，令佢19歲出道即無風，亦令佢由出道嗰日開始就注定要承受呢個世界最大嘅是非同壓力。佢就係張柏芝。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平時活躍到好似永動機，幾乎每日都會更新社交媒體同粉絲分享生活點滴嘅超級媽媽，點解會喺踏入46歲呢個關口嘅時候，無啦啦神隱半年，社交平台全面停擺，好似人間蒸發一樣？最近佢終於現身了鏡頭前嘅佢，依然係咁靚，甚至靚得更加有韻味。但細心嘅朋友一定會發現，佢成個人瘦咗一圈，面部輪廓比以前更加分明，尤其係個鼻浪顯得更加高挺同孤傲。而最令人難以忽視嘅係佢對眼，以前嘅張柏芝眼神係直嘅，係倔嘅，係天不怕地不怕嘅青春烈火。但而家佢嘅眼神多咗一份以前從未見過嘅嘢，我稱之為深沉，或者係經歷過驚濤駓浪之後嘅靜水深流。你以為佢只係因為照顧3個仔攰，或者好似外面傳聞咁講，佢秘密生緊第4胎，甚至有人話佢係因為身體出現咗警號。我睇上40幾年，閱人無數，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柏芝呢次嘅神隱絕非偶然，亦唔單單係身體原因咁簡單。佢嘅行為模式，佢嘅身形變化，佢嘅氣質體變，全部都同佢而家正行緊嘅避孕高峰息息相關，係一次關乎佢下半生命途嘅命運變局。好多人會問，點解一提到張柏芝，大家嘅焦點永遠離唔開佢個鼻？因為喺面相學上有句說話叫女以鼻為夫。對於女性嚟講，鼻槓唔單止代表自己嘅事業同財富，更係主宰婚姻伴侶同埋40歲之後晚年運勢嘅最核心部分。柏芝呢種相，我稱之為美而有涵。佢嘅五官分開睇，每一樣都係頂級，但組合埋一齊就形成咗一種極度鋒利、極度有個性嘅格局。呢種格局令佢少年得志，令佢光芒萬丈，但同時亦令佢人生嘅每一步都充滿挑戰。我哋先回顧下佢嘅少年成名，19歲唔喜劇之王入行，嗰種清純中帶住一點倔強嘅氣質，完全係食正咗個木火通明嘅大運。嗰陣時佢面上最搶眼嘅就係對英氣眉，呢種眉毛微風起微尾聚，代表佢有膽識有決斷力，不畏強權。一個19歲嘅女仔有呢種眉，注定佢唔會係一個默默無聞嘅小角色。出道第2年就憑星願拎金像獎最佳新人，再隔1年就拎最佳女主角。呢種火箭式嘅上位速度，完美演咗英氣眉嘅爆發力。但係各位朋友，我同你哋講，面上呢家嘢就係咁殘酷。呢種圖氣係會透支晚年運嘅，就好似一支箭射得太快太猛，好容易就會截斷佢。後生嗰陣將呢種鋒芒用晒嚟同事業，用晒嚟應付嗰種享福，佢人生嘅風浪。去到中年，呢種氣就自然會衰弱，會出現波折。佢同謝霆鋒當年嗰場世紀婚禮，點解最後會以火星撞地球收場？呢度就不得不提佢對耳。大家有機會可以揾翻柏芝後生嘅相，睇下佢嘅耳仔輪廓係反晒出嚟嘅，耳骨突出，耳廓包唔住耳輪，呢啲喺商學上叫輪飛廓反。呢種意象代表咩？代表呢個人性格極度硬頸，極度有主見，而且反叛性強，絕對唔會甘心受他人束實。
而謝霆鋒呢，佢係典型嘅金型相，面部輪廓分明，燕骨鼻強皆高，皮膚白淨，氣質冷傲。金型人嘅特質係乜？係冷靜，係理性，係原則性極強，而且帶有克制。一個屬火嘅柏芝，熱情奔放感性；一個屬金嘅庭容冷靜，內斂理性。火金相克，呢兩種極端嘅性格撞埋一齊，起初當然係堅柴烈火，充滿致命嘅吸引力。但當激情過後，落到尋常生活中，呢種火金交戰就會變成日嘈夜嘈，互不相讓。加上柏芝輪飛擴反嘅硬頸，同廷龍金型嘅固執，兩者硬碰硬，真係注定有緣無分。但係以上呢啲都只係前傳，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佢近期呢半年神隱背後嘅真相。到底佢係因為紅飛戀復合而避風頭，定係真係如傳聞所言，為咗某個重大嘅人生決定而潛心禮服？呢度我先賣一個關子，我可以透露俾大家知，柏芝近期嘅面上出現咗一個神秘密碼。呢個密碼直接指向佢同三胎生父之間嘅最新關係。呢個密碼唔係講緊佢個鼻，而係一個你哋平時好容易忽略嘅位置。想知點解佢要喺46歲呢個時候選擇消失一段時間？想知呢個神秘密碼究竟隱藏住點樣嘅命運啟示？記得先訂閱我呢個頻道，撳埋個細鐘仔。等陣我會直接拆解佢面上嗰個最神秘嘅生父密碼。呢啲嘢如果唔係浸淫想學幾十年，你可能一世都睇唔出。好，我哋依家正式進入今日嘅戲肉。講到柏芝46歲呢，2年嘅運勢真係要聚焦佢個鼻。我哋中國商學博大精深，將人一生嘅運程分佈喺面上唔同嘅位置。呢個就係流年運程。1到41歲至50歲呢個階段，男人女人都係睇鼻做主導。41歲睇山根，即兩眼之間；42睇臉上；43睇手上。而46歲呢個位就正正係鼻槓嘅中段，一個極其重要嘅關口。柏芝個鼻直而挺，高而露，呢種鼻型我哋稱之為劍縫鼻。鼻蟲形成一條直線，冇乜肉地包住，就好似一把劍嘅紅刃咁。擁有劍縫鼻嘅人，無論男女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係意志力極度堅定，做事有自己一套，唔容易受影響。大家睇返柏芝呢20年，佢幾時有理會過外界嘅聲音？佢想做嘅事冇人可以阻擋。呢種劍縫鼻嘅特質完全反映喺佢嘅人生軌跡上。而劍鋒鼻去到46歲呢個流年位代表咩？代表佢嘅感情生活會進入一個地下化或者極度保護嘅階段。佢唔會再好似後生嗰陣咁，將自己嘅感情生活抖晒喺陽光底下俾大家睇。佢會選擇用盡一切方法去守護佢認為重要嘅人同事。呢個就係佢神隱半年嘅第一個線索。跟住我哋要講一個好多人忽略嘅重點，點解佢近排復出之後瘦咗咁多？呢個消瘦對佢嘅鼻運又有乜嘢影響？喺商學上有句說話叫面無三兩肉，不可相交。當然呢句說話有啲絕對，但佢帶出一個好重要嘅概念，面有肉地，代表福氣，代表貴氣，代表能夠承受財富同地位嘅容器。如果一個面上嘅肉太少，骨頭太突，呢個就係骨重肉輕嘅格局。柏芝本身就屬於呢種骨重肉輕嘅類型，天生唔係豐腴嘅命格。而家再因為壓力或者生活習慣瘦落去，成塊面嘅肉就更少，變相令佢嘅骨即係鼻膛顯得更加突出，更加孤峰獨痛。呢種相反映出一個非常強烈嘅訊息，佢近期同三胎生父嘅關係正處於一個張力極大嘅狀態。點解咁講？大家諗下，
鼻梁代表咗丈夫伴侶，而鼻梁兩側嘅二骨就代表咗權力掌控同競爭。當一個人消瘦嘅時候，鼻梁會變得尖削二骨，會顯得橫突。呢種鼻削二橫嘅組合，預示住佢嘅伴侶關係中存在住一種極大嘅壓力。呢份壓力可能係來自於對方嘅背景太過顯赫，需要佢使心翼翼去保護，亦可能係因為呢段關係嘅存在本身就牽涉到巨大嘅利益同秘密，令佢不得不受落嚟，即係懷義氣，默默承受。呢個三胎生父，商學推測上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富商。如果只係一個普通有錢人，以柏芝嘅性格同財力，佢根本唔使咁避忌，更唔會因為呢段關係而搞到自己神形憔悴。佢呢種骨重肉輕，再加劍紅鼻嘅格局，注定咗佢生命中嘅男人一定要夠硬淨、夠格局。呢個男人會係一個實力極強、背景極深，甚至係有能力影響一方勢力嘅人物。但係呢段關係帶嚟嘅關注同壓力，亦都係常人難以想象嘅。其實生父係邊個？柏芝個面相已經話咗俾我哋聽。你哋有冇留意到一個細節？雖然佢成個人消瘦咗，面上嘅肉少咗，但佢對眼下方，即係唇紋嘅位置，反而比以前更加飽滿，甚至透出一種暗紫嘅氣息。呢個暗紫色唔係黑眼圈嘅烏黑，而係一種帶有光澤嘅深沉顏色。喺面相學上，唔代表一個人有冇人緣，有冇異性緣，有冇子嗣緣，以及有冇暗貴人。柏芝呢種暗紫色嘅全脈，就係一個非常明顯嘅信號。佢背後一直有一個隱形大佬喺度幫緊佢。呢種男人，商學上係暗貴格。呢類人，佢哋嘅特徵同傳統嘅豪門二代完全相反。佢哋唔會穿金戴銀，唔會高調示人，更唔會喺社交媒體上出現。佢哋嘅地角即下巴一定係圓厚有力，代表佢哋擁有深厚嘅根基同土地運。佢哋嘅鼻頭一定係有肉，代表佢哋嘅財富係實實在在，唔係禁面富貴。而且呢啲人為人極度低調，處事作風就係悶聲發大財。佢哋同柏芝嘅相處模式絕對唔係普通嘅夫妻關係。普通夫妻會一齊出席活動，會喺社交媒體互動，會有名分。但柏芝同呢位暗貴嘅相處模式，更像是一種利益與情感嘅共同體。佢哋之間嘅連結不單單係愛情，仲有對三個仔嘅保護，對未來人生規劃嘅共同利益，以及一種因為各自社會地位而產生嘅互相依存。佢哋嘅關係就好似一棵大樹嘅根，表面上睇唔到，但喺泥土底下已經盤根錯節，密不可分。你哋覺得柏芝神隱半年係去咗陪呢位大佬，定係真係好似傳聞咁有其他秘密？比如話佢係咪去咗一個好隱蔽嘅地方，處理緊一啲同呢位大佬有關嘅好複雜嘅事務，定係佢需要一個完全冇人打擾嘅空間去思考佢同呢位大佬嘅未來？我嘅睇法係，柏芝嘅神隱正正係呢位暗貴喺背後為佢策劃嘅避劫之舉。我之前講過，佢而家行緊劍紅鼻嘅運，呢個運會帶嚟巨大嘅壓力同是非，而佢選擇消失半年，就係為咗避開呢個避運高峰所帶來嘅最大衝擊。呢個避唔係逃避，而係一種戰略性嘅撤退，一種以退為進嘅智慧。喺評論區留言講下你嘅睇法，我會抽出有見地嘅留言，親自幫你睇埋你一份後半生貴人運。如果你覺得我分析得準，記得俾個 like， 呢個係對我研究玄學最大嘅支持。好，講完佢嘅志意同感情，我哋依家進入最感性，亦都係最多人關心嘅部分。
佢嗰3個仔，好多人問，柏芝而家46歲，3個仔越嚟越大，尤其係大仔 Lucas， 簡直係廷崇嘅餅印。呢樣嘢對柏芝嘅晚年運勢究竟係好定壞？我喺呢度可以同大家拆解一個好殘酷但真實嘅面相學法則。仔女嘅面相係會反映父母嘅債，呢個債唔一定係負面嘅，佢可以係情債，可以係業債，亦可以係一種未完成嘅因果。Lucas 越似廷榮，代表咩？代表柏芝同廷鴻嗰段劫仲未完全化解，只係轉化咗另一種形式。喺商學嚟講，仔女嘅樣貌往往會遺傳父母面相中氣場最強嘅部分。Lucas 完全繼承咗謝廷崇嘅面部輪廓、眼神同氣質，呢個唔單單係 DNA 咁簡單，更代表咗佢作為一個能量載體，承接咗謝廷鴻嘅金型氣場。對於柏芝嚟講，呢個係一個點樣嘅信號呢？呢個信號就係佢同謝廷鏞嘅緣分並冇因為離婚而斷絕，反而係通過 Lucas 呢個巧妙延續落去。呢種延續可能會表現為 Lucas 長大後性格越來越似爸爸，可能會同柏芝有更多嘅摩擦同矛盾，因為金火相克，亦可能會令柏芝喺 Lucas 身上不斷睇到前夫嘅影子，從而不斷勾起當年嘅回憶。呢種就係債嘅另一種呈現方式，佢唔再係夫妻之間嘅愛恨情仇，而係變咗一種血脈上嘅牽強，一種需要佢用餘生去學習體化同放手嘅功課。不過大家唔使太擔心柏芝，因為我發現柏芝而家嘅面相比起10年前多咗一樣好珍貴嘅嘢，就係佛性。你睇佢近期嘅訪問同活動，佢講嘢慢咗，語氣柔和咗，眼神嗰種逐利嘅光芒收散咗。以前佢嘅眼神好似會吉傷人，但而家佢嘅眼神多咗一份慈悲同包容。點解會有呢種轉變？原因就喺佢面上嘅淚堂位，即係下眼瞓嘅位置。淚堂又稱為子女宮，亦係一個人情感嘅水庫。後生嗰陣，柏芝嘅淚堂係凹嘅，代表佢情感波動大，容易執着，容易為情所困，容易喊。但而家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嘅淚堂位已經慢慢平咗落嚟，甚至有一啲微微嘅隆起。呢個就係一個極好嘅現象，代表佢已經真正放低咗當年嗰種執着，佢唔再糾結於過去嘅得失，而係接受咗命運嘅安排，並從中提煉出咗智慧。咁佢嘅晚年運勢究竟如何？我哋要睇下巴。下巴喺相學上主宰50歲以後嘅運勢，稱為地角。柏芝嘅下巴尖中帶圓，兜而有力。呢種下巴代表佢雖然享受唔到傳統意義上嗰種兒孫滿堂老伴在側嘅家庭溫暖，但佢嘅晚年絕對唔會孤獨，因為佢呢種下巴係貴人扶持之相，代表佢喺晚年嘅時候，身邊一定會有一個好忠心、好可靠嘅隱形守護者陪佢行到最後。呢個守護者可能係一個朋友，可能係一個合作夥伴，亦可能係一個一直喺背後默默支持佢嘅人。呢個人會俾到佢精神上同實際上嘅支持，等佢可以安穩咁度過晚年。至於佢同謝霆鋒個，一個屬火，柏芝一個屬金，霆鋒個，呢種火金相克嘅格局，去到中年之後反而會有一種新嘅演技。柏芝而家46歲，佢已經學識咗以水化火，佢嘅水就係佢嘅3個仔，尤其係佢對3個仔無私嘅母愛。呢份母愛柔和咗佢嘅火焰，令佢唔再同霆崇嘅金硬碰硬。佢近期嘅神隱就正正係一種修煉，佢用沉默同距離令自己避開咗避運最高峰嘅衝擊，同時亦為自己同霆崇嘅關係留返一個最體面嘅距離。人生如戲，面上就係你本劇本。
柏芝呢本劇本前半場精彩絕倫，後半場撲朔迷離，但佢贏在一個地方，佢有一顆強大嘅武心。佢嘅故事，佢嘅面相教識我哋一個乜嘢道理呢？就係命雖然係整定，但運係可以靠你自己嘅心境去轉。你睇柏芝，佢天生一副美而有憾嘅相，注定人生多波折。但如果佢淨係識怨天尤人，淨係識執着於過號，佢嘅淚堂唔會平，佢嘅下巴唔會有力。正正係因為佢選擇咗用母愛去化解仇恨，用沉默去應對是非，用佛性去取代執着，佢先至可以喺46歲呢個關口依然保持到呢種氣質同風采。所以各位觀眾，當你哋遇到人生低潮嘅時候，當你哋覺得命運對你唔公平嘅時候，不妨諗下柏芝，佢嘅經歷話俾我哋聽，面相會變，命運會轉，唯一不變嘅就係你點樣去心轉。你哋想我下一集拆解邊位港圈大咖？係一代傳奇張曼玉，佢點解可以越老越有味道？又或者你哋想聽下我講下最近好紅嘅 Mirror 成員，邊個最有大紅大紫嘅面相？邊個又係雅花一現？未訂閱嘅朋友真係唔好錯過啦！我呢度講嘅乾貨係出面聽唔到嘅，我哋下一集再一齊拆解命運嘅真相。拜拜。